讲到2024年奥运特别教啊，头一届伫奥运出现比赛项目的霹雳舞话题是正热。这届负责霹雳舞项目的总负责人陈碧君也是对台湾来的。因为霹雳舞伫2028年奥运未出现，真侪选手呢拢拼一斗，希望摕到奖牌。 一个人伫舞蹈教室轻快跳舞，对舞蹈老师学习霹雳舞。这个老师不是别人，是要得到霹雳舞全球决赛冠军的美国舞者艾德拉。伊讲，这种伫1970年代纽约街头文化流行的舞蹈是艺术运动。伊期待今年热天霹雳舞头一届上奥运舞台，会当有精彩表演。 I think breaking is going to do so well in Paris. Like, I pray that we bring the most hype, that we steal attention from the other sports. 伫顶一届东京奥运厨房运动头一届出现，2024巴黎奥运头一届设立霹雳舞的项目。这种舞蹈需要舞者发挥创造力，对音乐节奏展现真困难、超高技巧甲舞步。伊对伊的比赛方式，互看比赛的民众目睭唔甘腻。 因为霹雳舞未正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项目，艾德拉讲，伊会尽全力来争取唯一的奥运金牌。 It's more like, dang, this is a moment I can create to bring traction to whatever I want to share. And I represent the culture, I represent the dance. 这届夏季奥运期间，也是巴黎塞纳河8年来头一届开放落水。进前，法国政府开15亿美金，整治充满垃圾水的塞纳河，预定要做游泳甲铁人3项比赛场地。虽然国际奥会挂保证，讲塞纳河的水质无问题，不过嘛坦白承认，若是去拄到大雨，也可能会增加水中的大肠杆菌。巴黎官员是讲，已经打造大型的设施，要防止大量雨水流入塞纳河。 不过，巴黎奥运选举拄到汹汹来的法国政治风波，像讲国会要伫奥运开幕前3礼拜举行大选，处理奥运相关事务的这位，像讲体育部长选举了后，也有可能会换负责人。公司新闻两岸编译。